爸啦，常常叫妹啊。你也捌咯？哦，我听讲你敢若爸爸有妹。世间哪有这款代志？师傅甲师仔开车，师傅爱有师仔骂过路。你是要让我有浪费我的性命伫车顶啊？我说文白音呐，香港的香真芳啊！哦，这等阮讲过500几遍。真的吗？系啊。哎，我想一个无共款。我说文白音呐，香港的香真芳啊！跟他讲快点。为山，为水，为玲珑。欢迎节目主持人蹦恰恰。我向老停，咱若行路开车拄着红灯就爱停。感谢大家安尼喜叫变变叫，多谢咱全世界华人朋友来收看咱上届有起一个电视台公共电视台上关节目为山为水为玲珑来讲台语世界通。我是大家好厝边蹦恰恰我本人。今仔日因讲是本节目开播以来上麻烦的一集。今仔无论是要讲话，还是要讲笑话，还是要写字，今仔个来宾真正行行皆能。18般武艺拢会晓。哇！哎，你莫安尼讲，我只有你的9%。3%是3倍呢？是安尼吗？啊，做厝。你是要我讲话？啊，未介绍咱恁那边呢？好啊，点啦。首先来介绍咱台语文专家郑安珠老师。为山为水为玲珑，祖孙3代喜相逢。哎呦，大家好，我是安珠老师，欢迎收看咱的节目。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歹势，迄人唔请这款蠓仔水者啊，怎啊？无啦，迄碧兰珠，那是说定啦。啊，你说唔知，订着一罐碧兰珠啊？今天唔得骗咯。啊，普通我是无咧写字，无啥拢咧写字，今日这来我无啥敢写。卖咧，我个顺啊，你是不是维护啊？哈，你特别维护啊，咱另外再来画。因为这人个足好画哈，我画足。四角，这是啥？背头毛，分类版。揪哦，鼻啊，嘴。但我喙型有我大呢。你是巴豆啊吗？你知我咧画你啊？阮两个人斗起来是安尼吼。儿童，安尼啦，这节目规定啦吼，爱用台语自我介绍，但台语对人来讲拢真简单啦，互相介绍好。你先介绍你名字。各位亲爱的来宾，今日要来介绍就任的黄登辉先生。是。过去呢，只不过是一个科技公司的一个员工。哦。但是呢，因为呢个人呢有相当的才华，模仿一个人唱歌。出道了后呢，也并无讲一个真好的这个前途。是。当当呢，在人生的12路口、双车路口、Y 字路口。双车路口，我心百回。过来。要搁唱偌久？结果呢，我就想讲，迄当阵我都欠一个司机。安尼。嘿。甲学一个英语名叫荷兰客。荷兰客，真荷兰。弗兰克。华兰克。对。来，我你介绍。我你讲，我头一届看到阮师的时阵啊，我因为伊互我印象就是铁西叫玲珑，足好笑的。但是好笑，真好笑。哎呦，但是伊好笑吼是伫台顶的，伊私底下吼我那介正经，私底下吼拢翘石头，对，写毛笔，对，去耍一寡迄个英歌，迄叫陶瓷，免哪讲。会啊，所以伊是一个充满艺术的气息的一个迄个诗，一个海青。啊？海写新台语要哪讲啦？笑歌的名字。戏剧演员小丑啊啦。小丑啊，还是叫5人呢？5人啊。搬笑亏啊！搬笑亏，所以恁表面上看到伊是一个搬笑亏，但是事实上是一个艺术家。经过我伫下边开车，一直甲探讨分析伊的人格了后，我发现伊毋是艺术家这么简单，
伊是一个伟人，伊有相当壮高的。你捌看过跑汉船？甲公爱婆同时出现无？哎，因为吼，伊的笑亏毋是干那笑亏尔，伊的笑亏内底有人生的道理。系，咱千万爱做一个可爱的人，毋好做一个可恶的人。这个效果若是可恶，咱根本无好笑，无要紧，咱一定爱可爱。所以我感觉伊伫我心目中，伊是一个足伟大的存在。哇哦！哎，这个对，哎，这个咱拍拍啊！礼教对，礼教对。这阵若报春吼，我看有人要去阮兜进香啦。这香就麻烦啊，你姜就旺起来咧。哎呦，你家开车唔捌叫玫瑰？捌啊，捌啊，常常叫妹啊。你也捌哦？哦，我听讲你敢若捌捌妹。世间哪有这款代志？师傅甲师仔开车，师傅爱有师仔玫瑰路，你敢来敢会好过节？来，你这位借我者，这位是开车，你就讲司机伫这边嘛？讲，这实在是天大地大，冤枉啦！各位亲爱朋友，我是因师傅，我爱开车去因兜甲载，到伊就搁甲来，我到伊啊，请你落。伊只车门伊搁歹开，伊只伊的骹无声咱就搁甲开车嘛。落来搁甲扶一下。我知我唔对啊啦，莫讲名啦。但是你要那骂你骂好大家听。无啦，我是讲事实嘛，因为有一回就是因兜呢住咧咧大安路，要去大直爱行复兴南路，直落去复兴北路，过迄个棚坑吐起来就到位啊。哦，恁学你上。像啊，你出来怎行中华东路，一直踅要踅家人路，要爬去你关顶，要去行堤顶，要去行，迄是戆人才会咧开。你当初是敢安尼讲的吗？袂啦，莫我讲啊。你的人生就塌在这啦，你正面行倒边，你对人后壁咕咕行，你的人生拢塌在迄个人的。伊骂你安尼啊？足济不止伊哦。骂我毋是安尼啊，你是要让我有浪费我的性命伫车顶？有这款有天理吗？这有天理吗？你有看师仔骂师傅骂，这款你浪费我的性命伫车顶，哪骂出来？我有领迄陈种身份证吼，请原谅我就较无方便。来，比如讲政府要互压力，就是讲，我叫伊我正手，伊一定要我倒手。我你即摆是发生什么代志？我讲正平，一定你是分袂清楚啊？唔知啊，我就是讲，唔知啊个。伊头拄仔讲，伊讲伊吐喺别人的尻川摸，我你这世人都掉咧别人的尻川往前去。较早无 ETC， 迄个泰山收益，咱毋是在排队喎。对。迄有迄2台，伊无爱排2台，排喺18台后壁。我哋人生是咧吐尻川的哦。你就较差不多咧。无啦，因为有当时会紧张，你知，唔敢黑白弯，因为你再师傅，唔敢黑白。师傅啦，师傅是两边的啦。我赶快咯！你惊伊安尼黑白弯，伊会迄个无欢喜，你要较规矩，啊，就会紧张，你知无？你有流目屎无？无呢，我真皮。无要准啥？高亢叫人袂较哭的。啊！阮师兄，真的。个另外是感动，开车袂较哭。个另外一个较严重的，叫拉。伊安那。拉就安尼黑白批，缀人的车黑白批。我讲你即摆给我批看卖，你即摆就缀头前迄个小发财啊，迄中华豆腐啊，中华豆腐，迄个无，迄个箱车无，好，迄个缀迄台一直缀，啊，我就迷去喎。嘿，啊，缀，这是倒位啊？人迄台豆腐车驶转去工厂，伊缀人驶转去工厂。伊跳诶，你叫伊缀豆腐车，伊就一直缀啊。啊！你咧困呀？伊若要等于洗身躯无？等去因兜，你头壳讲着哟。啊！你干咩？因为紧张啊。因为你出过泰山，因为5股工业区落去，咱就等去台北桥伊缀落去啊。等个工厂里啊，遐把规台山入去冷冻库。这是袂堪要去，这是真的哦。叫当年叫骂较哭，袂堪要去。人咧内底哭，外口有外肉安尼，无效共款懵懵。夭寿今仔日惨啊！你要看讲爱婆无？
该差不多了。好来，好啊，喏。没这就要题目。你决定啊，我决定。我都讲啥？哦，要考大家台语的程度。係。文白音你解说一下。文白音哦，可能就是一音，啊有真侪说法。哎呦，因为用在他处有动词，用在他处。形容词，形容词。等等，啊，佫有国语、现音、汉托，拢无共款。嘿，拢听无。老师，你能不能换位无？我是国语的，我是蠓仔香，伊是必然做的。因为考试者捌伤济啦，所以文白音吼，伊讲内底物件拢还袂点着。哦，无点着。文白音就亲像咱去游山玩水，喙焦爱啉滚水安尼。所以即摆要考文白音，就是即句话当中你要有共迄字无共款的读法。来啊，甲你想哦。好。来，我说文白音呐。我讲口号顺下弯。口号顺下弯。你是要讲许愿呀？许愿啊！许愿还过下弯吗？老师？下弯咱是用哈，哦，所以安尼唔对。安尼个一摆，用口号顺做头。哦，另外一音吗？来，我说文白音呐。我讲口号顺。我替你讲，我讲口号顺得到国家许可。许可。哦，许可。哦，对，所以阮姓考的吼，过年时啊姓许。诶。因为呢，祖先有交代，恁姓考唔通考头考尾，爱花头喜面。对啊，我过年人讲的考下来，考下来，叫他歹问。我说文白音。我讲花莲进，我讲伫花莲进年会过来啊。即讲即句吼，你这目中用500几遍。花莲进年会，我紧伫遮暂时互你过。伊讲花莲进，啊你想遐久你 OK 啊？我早就想好啊。哎呦，我有300几条，凊彩经一条。我说文白音呐。香港的香真香啊！哦，这等阮讲过500几遍。真的吗？系啊。哎，我想一个无共款。我说文白音呐。香港的香真香啊！刚才讲出来哎，放假请放心嘛！放假请放心。放假放嘿，放假请放心去佚佗。对啊，系啊，我放假你请你放心。真好，真好。你不要紧无？我咧想。我说文白音。碰过迄两空敢若儿童。两空甲儿童。会当无？儿童啊？两是两。袂当哦。无共字啊，无共字。哦，安尼我有另外一个。我说文白音呐。迄栋大楼是大学。迄栋大楼大学，明白哦？好加载。啊，大学有分2种。请讲。好，较早阮阿妈讲哦，你若唔读书吼，唔读书哦，嘿，连工吼，你就去读7都大学。7都大学。嘿，迄西学啊，专门咧打屎迄个。较早阮家人吼，迄个化粪池，拢是迄7都大学的人来打。你若有考过正港大学，就要读7都大学。迄叫7都大学。学，伊顶头是一个学业上面的。对。啊，下骹是一个招你。用写好啦。哦，这囡仔遮水吼。哎呦，你该变毛病，你真正。3岁啊？3岁了遮大汉。3岁，这里是学啊。西学啊？对唔对吼？对。哎呦，哎泡。哎呦，你臭背健呢？来，我说文白音呐。师傅唔做做师傅。师傅唔做做师傅，我袂歹哦。伊个师傅，你意思是出家人，所以就师傅嘛。对。啊，师傅是做另外一种师傅。对。安尼会通啦，对啦，会通啦，吼。老师，你的面像迄泡泡。我头想迄项吼。啊，伊个想头一个。伊写伤艺术啊，向看唔着去。写唔着。我写看卖啦，比较者。哦，加2撇。嘿。因为你比我加2倍，你加我加2步7啊，安尼较厉害。对，安尼才对。老师写的才对，因为什么叫西学啊？我有问过老师啦。要西学啊，为什么用迄石头捡落去喷到规死个？啊伊毋是敢若教我来讲吼，车倒了下掉哦，这拢有故事。伊讲吼，车倒了下掉。伊讲，因为你打肥嘛，你袂使灌一桶会抓。会抓。啊，你来打一担。你举一桶吼，
迄流汤会转，啊对，流汤就转变了，所以车倒流下下掉，规阵拢咧闪去爬流。哦是安尼哦。对对。你要坐一位无？喂，车都要下下掉，袂歹哦。嘿对，来卡落来。我说文白音呐，我伫山顶画山水画，我伫山顶画山水画，山顶个山水。我说文白音呐，我讲林宗兴兴趣唱歌，林宗兴用伊家己的名，对，林东兴兴趣唱歌。你伫想哦？我咧想，我无想哪会使？看出来哦。你想较久诶？我说文白音呐，我讲这个高中起真悬，高中高甲悬无共理啊，嘛不共字，我是啊，对，悬是悬啊。你用中甲中，国中生中状元。哦，中啦，中。我说文白音呐，这个高中生真重，真重啊！跟你讲中状元，生中状元，我出来。你你有久无？久久。好嘞，我说文白音呐，我去小学学跳舞啊。喂，去小学学跳舞。学鼻音下，学本音下。现在是拖时间，你有咧想呢？你咧？我有想好啊啦。好嘞，我说文白音呐，我讲哪开车哪开讲，开车开，水啦。我无啊，我莫去问我无啊。我说文白音呐。哦，我讲这世界上你是我的一世人。啊？世界上你是我一世人，即摆你是咧讲啥？是啊，一世人。世界是对啦，不过你这句怪怪。你这句怪怪啊！阿爸，那个老师。这世人你是我唯一的世界。哇！哎呦喂啊！我怪你会这个拍切到。卖安尼。生安尼个外国拍切。因某偌水咧，某减伊24岁。报纸有写，这边搁开讲。我说文白音呐。我讲的话你当作马子东风，请鱼入去倒鱼出来。这长哦。无法度，我只这两字。迄不是马尼，当马尼，马尼东风正鱼，鱼甲你嘛吼。文音甲白音无共款，鱼啊你。我说文白音呐。穿西装食西瓜。哦，较强啦。这个诗是一个照音字啦。去西平买西装啦。去西平买西装，我是穿西装食西瓜，啊西瓜袂使用西瓜安尼，迄照音的。唔，因咱针对是文白音。哦，文白音。所以你两只摆无研究艺术。无，我人音倒好啊。我说文白音呐。孙悟空头壳空空，哎呦，空甲空，空甲空。我无，我真正无啊，你莫过来啊！我说文白音呐。穿皮鞋起鸡母皮，唔是拢皮。骗无过。我说文白音呐，你无啊？你就讲无啊？我剃头毛，规喙全毛。毛甲毛，哇，剃头毛伊毛甲毛嘿，啊剃咧喙内面规撮全毛，对，意思是安尼嘛？我说文白音呐，张飞跳起来敢若咧飞，张飞跳起来敢若咧飞，什么物件跳起来？跳起来啊，敢若咧飞啊！我错者，你也过来想我说文白音呐。马上来进行下一个单元。叫你讲了好。大林咯，有好啊！这摆是咧创啥话？马上咱开封府咱包大林就要办哦，咱这个哦，原来上大一个案件。你安尼大家伫遐咧嘻嘻哈哈呢？大林创啥话？大林，你先开始呢？是我吗？看到迄笑跟你讲，那你来北剑，你一直，你自扣。哦，自扣。我家己先修理家己。我跟你讲，咱若叫外口人看到吼，讲咱吼，这衙门内底官府的人安尼吼，电销6点无正经，安尼袂使啦。迄出去咧江湖边咧讲徛起啦，较严肃。大林要来，叫你抢着这边看来，叫你瞧，来，好，有
有听到声尔，人仔要惊你个。我跟你讲，伊连迄咁样，即摆自头至尾拢爱讲台语，对唔对？对。这条歌，迄内底歌词写甲非常的复杂，起起落落，迄用峰回路转，迄用国语又足歹唱呀。系啊，我看要哪唱，我跟你讲，啊唱台语啊，一人一支，一支你举咧，这支我举。伊即摆若唱唔对，你就扒落吼。啊，即摆吼，即摆也唱唔对吼，我这个你陪我弟的，你惊啥喂？伊即摆唱唔对，我就要去平安甲关落。哎呀，安尼知无？嘿啊！大林来了！海风，想要创？你想要创啥？无啊，我问题来。我唱歌你明一个一支伫伫拄啊。我听好时机。听好时你要徛喺我头前啊！我等你大人。好，你大人啊，大家旁边的，别跟我拼大意。来，王条马汉赶紧徛好。嘿，有请大人。来人啊！嘿，是。有人，你想？我想。我已经伫遮久，你唔知？我唔知你想。我隔壁送便当阿孙啊。送便当为何无过早日要不给门创啥话？不过大人，哈哈，各位亲爱朋友，我自细汉我健步如飞，下午每一天早起起拢来牙剑，剑法高超，我日定定咧溪边啊，看到遐鱼啊，日流离上。有一天我咧下学读书的时阵，看到迄水缸内底有一个囡仔落去，我赶紧摕只石头，就来甲水缸甲合落去啊！结果迄个同学，迄个石头伤大粒。含一空天30外点，我就是正三劫五义当中上主要的角色人物之一，南极人称点河位。好，你著讲三劫点河位，南劫点河位，你讲头前个老长，什么弄，什么一个囡仔抱着水缸，你摕石头甲喊落去，你做事是白煞呗？无啦，我听你讲完啊，启禀大人，出来，咱这公务人员哦，照你讲吼。8点就要上班啊！我别问你咧，啊，别问我。你点招哦？点招哦，小等我。点招啦，喂，创啥？要点倒一招。我是咧问你的名，是不是叫做点招？是，在下点招。你有什么意见？你对我讲8点安怎？不是啊，8点上班公务人员，照你讲爱签到的。啊，咱即马9点半，你即马要创啥？即马9点半嘛。系啊。今天无人来结果新闻嘛？我来问看卖啊！这个包大人开始办案，有这个冤屈的人，请这个审问。敢有人来？有啊！有啊！冤弄啊！无要跳啊！请问你是做咩点头啊？睇下，我来看下你行到遐，仲要放炮啊？冤枉啊！来，跪下好人报告，报告董事长。什么董事长？喂，叫大人。哦，启禀大人，在下是黄鼎庭、烈鼎兴、黄鼎辉，外号南港刘德华。有何冤屈说来？启禀大人，今仔日我是要来告我的师傅。你是告你的师傅？是，我的师傅，伊欠我5年份钱。哎呦，好，团比哥。团比哥，团免团，你师傅就是我。安尼，案情先做安那说来。阮师傅我讲，我若生囝，伊会帮我付5年份钱。结果我生头一个时阵，伊真正付；尾啊第2个、甲第3个，伊拢无付。你有啥要辩解？好志强，师傅只是甲你鼓励尔，你个人如此的拍拼，即摆生较济话。
我是有才调你了，你是要洗几个？看，好，无要紧，这条我无要告啊，我告别条，也个有，我告别条。谁来？大人，前几天我有去掠铃，结果我掠铃的时阵，我规身躯的钱拢去用洗去。去用洗去，莫非你是去泰国洗？不是，我去用2个查某人骗钱。这款的代志，看我这个来人啦！是团比哥，团比哥。 小姐，拖拉骨停在外口，是这样叫你洗你来。我是人，哎，我是人，你是人哦？系啊，我从迄台公车遐大台，你也洗你啊？是冤枉啦！都是因两个，都是因两个。来，原告代志如何发生，照实讲来。客宾大人，迄天我去因遐掠铃，结果去来就给我掠，尾啊，伊就掠着我的龙可能是念着龙尾，结果佮讲我身体无好，爱甲因买一寡补品，身体才会好。结果伊就串动另外迄个人去买，伊就倒一杯茶给我啉，我啉着了，规个人就昏去。等我醒起来了后，我的卡去用撸30几万。哎呦！是你的辛苦无好，哎，点去！恁这两个民女心大胆，也敢趁人客，无主的身该撸掉30万，该当何罪？情形，那迄个伊爱互你看啊！是安那？你倒来，哎呦，哦，车遮大力！你拍好好，你拍好好啦！哎，迄讲的模样，我就安尼，该你，结束了后，伊就家己摕卡去结销。你讲白贼？我哪有啦？白贼大人，讲白贼。无啦，我弄啦，无我就安尼啊。本来就是安尼啊！哎，主 Q， 主 Q。主 Q， 你是要自几个？因为伊咧讲话啊，我无得打伊，只好打他。你无代志，谁叫你去消费？看得贵，来，无紧，有证物吗？本户才有证据。你不要来家啦，因为姑娘迄台拖拉骨，我问你，阿紧，好，这家底啊是不是你的？是啦。是真好，你也快点来辩解。哎呦，这钱无代无志，你的底啊，这钱都是你骗来，专门做这款骗人的工课。你这款的行为，这款骗人的，真正是15支拐啊，牙双手。还有第2句俗语，请了。哎，互你看你，对啦，你拍咧！你讲我就掠了后，伊结束了后，伊就摕卡去结销。啥物叫做伊结束了？我好不了。你讲白贼，你无结束的，讲白贼，你是安怎判断伊结束的？好不结束，讲我清楚，讲我清楚。好不结束，不结束了。大林，这只是要抬足久诶。袂使，讲白贼啦！无啦，伊就安尼，家己摕去啊。我无录啊！无要紧，无爱承认无要紧，本户证物，这底下是毋是你的？去，证据充分，这钱都是证物，你对这人家身上骗来的钱，你这款骗人的行为，真正是18家啊假顶。天天吃饱的四界流，天天吃饱的四界流，想要交到的水姑娘，想要交到的水姑娘。我这款骗人行为叫做15支拐啊牙双手，这第1句。
15支拐啊举双手，第二句叫做18家啊架场。架顶，这是架顶是啥？架场，这真正唔捌听过。来，认为迄是第一句的，请举手。好，啱举手啊！恁三个讲到第一句叫做15支拐啊举双手。 15支拐啊，我是感觉讲伊举拐啊，哪会用举双手？哦，相合的意思。嘿，哦而，且佮15支，嘿啊，伊15支，这边咧讲，这边咧替伊解释，但是竟然唔是正话。因为我两句拢看无。我是看你无举手，我对你的呢。 18哎呀家，钟兄兄，我给你害掉了。 18家架场真正唔捌听过。以你的认识，你感觉这是？因为吼，我听到架场伊古早，我听过还是食个饱？吧？嘿，讲到恁讲我带恁妈，恁讲恁讲钱真济，恁妈嘛真济。恁讲恁讲操恁家恁妈咧大口袋，喂，无啦，因为迄架场较早迄个无，甲里长共款，迄敢若拢是一个哦，一架行政，副驾一方。因为我没有唔捌听过讲，讲国语，因为吼 because，迄个18家啊，什么意思我唔知影唔。知吼，唔知我见咱来请老师来解答一下。来，头啊讲到15支拐哦，啱啱问到这个问题是安要15支，因为15支要两支手要分吼，分袂平拍到29暝哦，所以上好啊一边举7支，一边举8支，所以一边7支，一边8支，合做伙变做7拐8拐。15支拐啊举双手，后壁就接7拐8拐咧，就是骗东骗西，同拐龙拐骗的意思啦。啊，另外以早日本时期吼，10户是叫做一家10号一架。嘿，啊，管这10户的人叫做家长。哦，啊，若10家就一保保证。保证，嘿对，所以保证是管100户。啊，若普通来讲，一条街啊，做20-30户。啊，你这个人吼，你家长尔应该管10户就好，结果你管到18家，条街拢你管的，管真正夸住伫海边啊，管伤宽，所以阿公娶某家无啦。那这样看起来伊是讲怪，所以应该是15支拐啊举双手。哎呦，好朋友吼，看一个怪安尼吼，又对。安尼会讲我较早迄个像 no， 因阿公就是保证。哦，嘿啊，啊嘛是举7支快8支快。no 才有举啦。哦，哎，不管啊，有两句来拍过来这世界。吟诗作文真出力，这首叫做《隔壁阿伯》。孙啊，你的脚若方便吗？你行来遮。我这是较方便，我这是身轻如燕。这里。你这脚方便，倒一个方便。其他拢歹去。喂，你是一个财主。啊，无敢讲。你来伫古早时代，一定是一个安尼风度翩翩呐，那姑娘啊世界介意财主。哇！来，麻烦你用迄个古诗的音法来。哎，啊，是要念无啦？我用情书。气氛。隔壁阿伯真风流，嘴偏软撇白喙鬚。一日食饱四界溜，想要交着水姑娘。讲伊少年过南洋，金银财宝2-3箱，草命人家所以，那节奏不一样，因为古早的时阵吼嘿，聚会因咧吟诗作对，念的时阵迄个语韵吼，爱飘。落魄江哦，在酒行，草摇蝉声，江中轻。因为搁较大只来到遮变轻，毋是这个人可以真侪钱，是因为迄个大只东调的时阵伊塞奶，所以变作轻的啊，塞奶。王党的足久无来啊，无用啊。喂，啊，所以吼，伊个古早即款的吼，就是有迄个感觉。拍婆啊！哎，这我感觉今仔学员免练，互你个人发挥一下呢，在你处理。好来，今晚请这个柯老师吼，看伊最后一个节目结束进前，要用什么款的表现的方法？那个 rap 给我一下。哎，各位亲爱的朋友，和你双手举起来。嘿嘿嘿嘿嘿嘿。
两三箱，金银财宝两三箱，草莓啊草莓啊，草莓啊草莓啊，人就加工，人就加工，嘿，我咧加工咧加工，搞工搞工，搞工，嘿，全家咧劈扑跳，哎，全家劈扑跳，后回继续来收挂这个画山画水画玲珑。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丁辉啊！这届我是第四届哦，第四届来画山、画水、画玲珑，我大概来拢会学到新的物件。这届来同款，阁是学到新的物件，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台语是足深的啦！你若想要了解愈侪你唔捌的台语，也是想要了解，你感觉你想要学搁较侪的台语，请收看画山、画水、画玲珑。各位亲爱的朋友，我是感觉讲哦，这个台语实在太水了啦。啊，这个哦，电视台哦来做这款的节目哦，文化的传承非常的重要。因为即摆的一个家庭内底，这囡仔因也会晓讲台语，甲聚会哦，阿公阿嬷大家哦，拢会当做这个哦，这个台语哦，闽南语这个文化哦，足有利的这个传承啦。迄个感情嘛加足好，所以看这个节目哦，家庭好哦，安尼社会和谐，一切拢平平安安，大家哦，事事无彩，不折有庆，恭喜恭喜，感谢。